后来继续来看反共护台志工联盟为着大罢免所发起的护国大要紧，今仔日第一站誓师大会就选伫个布困期的选区花莲。31个罢免团体为花莲出发，要以顺时钟的方向来射台湾。前后16天，19号要回到台北的青岛东路。布困期批评讲，无应该来搅吵着花莲人的生活。伊嘛请赖总统莫来污染花莲。罢免投同意，反共更有力。夜间啊发口号，全台各地罢团花莲集合，护国大要紧头一站检制国民党立委布困期。我们说要亲共，他不解释；我们说要卖台，他也不解释。他每天都骂赖清德，骂民进党，移转焦点。这个大罢免跟赖清德没有关系。就像清除我们身体里面的病原体，我们现在扮演的角色就是白血球大军。来罢免的布困期，顺便罢免徐宗伟。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嘛加入，就算是日头赤夜夜，不过罢团的气势无减，甚至有无方便的志工，就算是坐轮椅，嘛要摕7月26日推出同意罢免票。罢免团体展开30分钟的徒步小径以后呢，接下来就会上到了车子，进行了为期16天的环台大车潮，同时呢，也会将他们的绕境行动以及诉求呢诉诸全台的香灯脚。另外一方面，伫咧立院开会布困期，首先就检举总统赖清德。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正告赖清德总统，请不要污染花莲。让花莲人能够好好的生活。你天天跟你的执政贵族站在一起，认为1万块连买菜都不够，但你知不知道基层这些穷困的辛苦的这些基层的百姓，1万块对他们来讲，那就是一整个月的生活费。嘉义第5针对民生的法案，国民党团甲民众徛做伙，要替大罢免的行动赶紧来指挥，双方的阵营个人拢在拍拼。罢免不分歧，罢免全台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